由大三巴哪吒廟值理會舉辦嘅哪吒太子出巡暨飄色巡遊，今日喺大三巴牌坊舉行。活動首先喺耶穌會前地進行搶花炮儀式。搶花炮係神廟傳統活動，早期澳門曾經盛行，近年趨向式微。大會希望藉活動俾搶花炮傳統喺澳門重現。巡遊隊伍從大三巴牌坊出發，途經耶穌會前地、大三巴街、賣草地街、板樟堂街、議事亭前地、10月初5街、花王堂街，然後返回大三巴哪吒廟。巡遊隊伍由鑾輿儀仗、金龍醒獅開路，閩南哪吒信族團隊、多個特色舞團等喺街上展演。更有銅鈴扮哪吒搭飄色支架凌空起舞，沿途大批市民遊客爭相打卡。巡遊隊伍嚟自兩岸四地，小童扮演嘅小哪吒扮相惟肖惟妙，引人注目。巡遊隊伍全程步行，陣容鼎盛，聲勢浩大。隊伍巡經澳門重要旅遊景區，為澳門增添節慶氣氛之餘，亦都為來澳旅客提供別開生面嘅旅遊節目。